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加上健全嘅法律制度及穩固嘅私人財富管理基礎，喺特區政府大力支持下，創造出非常適合家族辦公室來港發展嘅環境。我哋有超過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咧，早已經落戶香港，喺香港度運作。而投資推廣處家族辦公室嘅團隊咧，過往喺呢段時間裏頭咧，我哋已經幫助咗超過180個新嘅家族辦公室嚟到香港去成立佢哋嘅運作喺呢一度。呢啲家族辦公室咧，嚟自於美洲啦、歐洲啦，以及我哋華人背景嘅都有。咁所以喺成個生態圈裏頭咧，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嘅。喺市場聯通方面啦，跨境理財通已經咧係喺上年進入咗2.0嘅階段啦。我哋上年咧推出咗一個新嘅安排，咁就係讓到香港嘅銀行啦，只係需要一次性咁樣攞到咧內地客戶嘅同意之後，咁佢以後咧就可以主動咁樣向內地嘅客戶咧係推介佢哋嘅產品啦。我哋都會係同業界啦，同埋咧係內地嘅監管機構一齊咧嚟到去研究，會唔會有進一步優化呢個跨境理財通嘅空間啦，嚟到盡量發揮佢嘅潛能嘅。香港金融體系成熟，投資產品國際化，吸引唐明家族辦公室喺2012年選擇來港發展。因為其實香港本身我幫呢個第一個家族去管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比較集中係做二級市場，即係做香港最擅長喺金融方面，同一時間亦都係世界最流通嘅呢個交易市場啦。咁所以除咗做香港股票啊，做外國股票啊，哪怕係做外國嘅呢個全世界 G7 嘅貨幣啊等等咧，其實香港都係喺呢方面係非常之有優勢嘅地位。咁所以當其時揀香港作為一個家族辦公室首選嘅中心。2024年，母公司喺海外及內地嘅駐港公司數目有近1萬間，香港嘅初創企業數目近4700間，兩項數字均創新高，顯示香港嘅營商吸引力持續上升。部分世界500強大型企業喺香港設立總部，國興業認為有利家族辦公室發展業務。香港係一個幾容易去接觸到呢啲唔同級別公司嘅聯絡點嚟嘅，咁而呢一樣嘢家族辦公室就可以利用佢哋嘅認識或者優勢嘅角色，可以串聯到唔同嘅配對，咁而亦都協助到呢啲初創公司啊或者企業老闆啊，可以揾到佢喺生意上面嘅一啲突破點。家族辦公室不但提供財富管理，亦着重為家族新一代傳承財商教育。來，你來。因為我自己有小孩了，關於財商方面呢，我時常會跟他玩一些類似大富翁這樣的遊戲。這個我們一起會探索這個金錢作為一個工具，它是在我們人生當中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我們在跟家族的接班人去做這個教育的時候，會跟他們教育的內容當中，當然包括未來產業布局應該是怎麼樣去安排的，當中會運用怎麼樣的一些金融知識、金融手段而在香港，我們這個地方有非常豐富的一些資源可以給到我們實際應用的一些場景。嚟緊有新一批嘅可能中國嘅企業家富起嚟，或者中國嘅一啲初創嘅年輕老闆佢哋富起嚟，但係其實佢哋都未係好經歷過系統化點樣管理自己家族辦公室。我哋係可以將呢一種方法經驗走過嘅路去同佢哋分享，利用香港呢一個走出去嘅橋頭堡去明白接軌到世界。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致力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以及成為亞洲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家族辦公室樞紐，促進香港、內地同海外嘅金融產業引進來走出去，創造更多商機。